電動車最常見的鎖電，我分幾點講解給你科普一下。技術層面都解釋好，一冇觸發過保護嘅車做呢套流程有什麼好處？1. BMS 里程續航顯示變更準，純電車長期日常隨意充隨意用 ，Shock 同 CAC 會慢慢漂移，久而久之顯示續航唔準，用電量忽快忽慢你做。重置 BMS 電池容量歷史加21A 到70轉5A 充滿，等於強制 BMS 重新全量程校準一次，續航顯示會變實變穩唔虛標。而電芯自動平衡拉得更平，平時大家多數係2080隨便快充，永遠做唔到完整滿電均衡。長期落實電芯會有微小壓差累積，用70後轉5A 慢充尾段，可以將整組電芯電壓拉到極一致，延長電池壽命，減少日後觸發保護機率。3. 預防日後變成充電量降低，好多居唔係即刻有事，係電芯長期不平衡 ，BMS 數據漂移，遲早某天低電快充就彈警告。定期做一次等於提前預防。2. 冇故障車做會唔會令續航都增加？會，但幅度冇故障車咁大。有觸發保護車回升15到30千米，正常健康車回升5到12千米，係優化校準，還原真實容量，不是改數據。3. 正常車多久做一次最合適？每半年或每8000到1萬公里做一次就足夠，不用太密，沒額外好處。4. 重點總結，你可以直接當專業知識用。1. 就算車冇故障冇彈保護，做呢套流程都有明顯保養作用。2. 能令續航更準，電芯更平衡，延長電池壽命。3. 可預防日後低電快充觸發，最高電池充電量以降低。4. 健康居做只會有益，絕對冇壞處。簡單一句口訣，有事做係修復，冇事做係保養。對電動車電池永遠只有好處冇副作用。